又到聖誕，又到聖誕，舊年聖誕有冇今年咁嘆？因為今年嗰棵20米高聖誕樹搬返去中環，交通方便之餘，香港旅遊發展局仲與中環8棟地標商廈搞咗個光影匯中環，遮打道又有星光長廊，真係目不暇給。仲有歐洲風木屋賣小食及紀念品，今個聖誕嘅香港人必定要嚟睇下。首先為大家介紹嘅係中環皇后像廣場，入邊嘅主角當然係全港最高嘅聖誕樹，有20米高，上面嘅燈光不斷變化，閃靈靈，入夜後特別吸引嘅，唔怪得個市民都要同佢合照啦。影到冇晒力唔緊要，附近有啲歐洲風小木屋售賣小食，一於補充體力。再玩過小木屋仲有紀念品賣，可以買啲做留念，增添節日氣氛。身處皇后像廣場，每個角落都可以睇到燈飾匯演，連樹上面都有投影動畫，周圍都有好多打卡位，唔怪得咁多人咁熱鬧啦。原來呢個就係光影匯中環啊，就係以投影、LED 動畫同燈光等特效，再加上音效配樂，將8座中環地標外牆變成銀幕，好似匯豐總行大廈嘅 LED 燈，不斷走出充滿動感嘅畫面。中國銀行大廈即刻活潑晒，終審法院大樓好華麗啊！有冇諗過大會堂高座會咁得意可愛？加埋中銀大廈、香港會所大廈、太子大廈、渣打銀行大廈，總共8座大廈，大家唔使擔心錯過光影匯中環，因為佢每隔30分鐘便會循環演出一次。當日小鎮中環會由12月22號至到1月4號開放，每日開放時間至到11點。12月24、25同埋31號更會延長開放時間至深夜1點。另外，遮打道嘅星光長廊燈飾亦絕對唔可以錯過，主角當然就係呢盞咁華麗壯觀嘅大吊燈啦，非常巨型，十分震撼。燈飾會由即日至2026年2月22號，呢排中環真係好靚啊！附近啲商場啦同酒店咧全部開晒燈嘅，聖誕裝飾咧係勁靚嘅，行一晚都未必睇得晒，打卡拍片都唔夠時間，快啲嚟感受下聖誕氣氛，睇燈飾、睇光影 show， 加埋啲音效，超有節日 feel。